海基会没有任何作用。所有两岸的发展让人非常的担心。两岸关系可以说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。这3年半来可以看得到外交困难，联合国的国际组织我们没有办法参加，两岸也非常的紧张。新南向政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。事实上，经济非常的萧条。刚才张院长讲的观光业，不光是观光业，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，在中美贸易大战的阴影之下，事实上大家都忧心忡忡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两岸政策，我们想要特别来指正蔡英文总统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流行的一个名词，叫做芒果干。怎么会把台湾跟香港并列在一起呢？中华民国是有宪法、有国防、有关税、有宪政体制，怎么能够把台湾跟中华民国把香港跟中华民国画在等号呢？贩卖这种亡国感。所以今天国庆我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要增加国人的爱国感，我们要呼吁国人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感。我们绝对不能遇到的选举，蔡英文总统在贩售亡国感，这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的行为。所以我要特别提出呼吁，也请海内外所有的同胞来注意：3年半执政不用功，执政不努力，交不出成绩单，选举一到就靠着贩卖亡国感来换取选票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跟政党应该所做的。所以我个人对海峡两岸，我有提出4点我的愿景跟主张。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，坚持一中各表的9·2共识。第二，两岸应该恢复互信，重建两岸对话的架构。第三，建立朝野我们自己台湾内部对话的机制，形成内部的共识。第四，以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为大陆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，只有大陆民主化才能真正确保两岸和平发展。这是我对两岸的愿景所提出的这个呼吁。另外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我认为现在两岸目前不存在统一或独立的条件，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限制下一代人的选择。我们的责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膀上，是努力营造更有实力、更和平的环境与条件。台湾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我们不会允许有人伤害台湾。只要有必要，全体国人以及我本人，我们一定会拿着枪来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。我相信所有的国人同胞都跟我抱持一样的想法。那再一次感谢我们国政顾问团南下高雄，也谢谢各位新闻界好朋友的大家共同的关切，谢谢大家。